是国际版，大陆版的叫做抖音短视频。抖音短视频有没有看到啊？超过10亿次啊！IG 啊，Instagram，IG 就是那个 Instagram。哎，2016年啊，2017年才有这个国际版，现在看到那个是国际版。哦，有超过10亿次了，有没有看到？IG 超过10亿次了，有没有看到？Instagram 超过10亿次了，IG 啊，竟然下载这么多，超过10亿次了，